雨季也是不做工的很多，也是停工的多。有些出水了不可以挖了就停工了。早上比较好，小珍，你晚上饭就都下去是吧？不好意思，你知道吗？总共是。啊，叫经历是吗？啊，对对对对。对，嗯。短期以内是应该没什么影响的，对，有一些暂时对2、3个月、半年内是应该没什么影响，因为补货不是说每天在补嘛，就是差不多2、3个月补一次。你说6个月有这样的状况，应该没什么影响。你根本不熟悉他们，他们算是比较有钱了。您好像有点像云南的口音。是我们的祖先是